夜已经很深了，你的手机屏幕是不是还亮着？对话框里的名字是你置顶了很久却很久不敢点开的人吧？我看到了那行字，你打了一遍又删了一遍，光标在闪烁，像记了你此刻犹豫的心跳。你想说想你了，还是对不起？或者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最近好吗？可是手指悬在发送键上，却怎么也按不下去。你怕打扰，怕没有回应，更怕等来了一句客套的寒暄，或是红色的感叹号。其实你知道，有些话一旦发出去，故事就真的结束了。只要不发送，好像一切就还有可能。那条没有发出去的消息，藏着我最深的秘密，就像风没能留住雨，我也终于失去了你，就把思念留在草稿里。这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。算了吧，就把这行字留在草稿箱里吧。那里是成年人最深情的博物馆，藏着所有的激动与克制。不打扰，是你给他的最后一份温柔，而放下，是你给自己的一份礼物。就把手机关掉吧，今晚只属于你自己。这里是月喜深夜私语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我在这里替你保管那些发不出去的秘密。晚安，陌生人。